區聯會主席梁鳳華總監，台上台下各位區領導，各位區聯會與會代表，大家下午好。我係嚟自香港獅子會主會15-16年度嘅前會長，我叫陳建明。今日我懷着無比嘅誠懇、無比嘅感恩嘅心情，再一次企喺呢個台上面，因為每一次行到上呢一個台，都係承載住我對303區嘅責任，亦都背負着各位師友一路以嚟對我嘅信任。今日我嘅心情既惶恐，但係都好溫暖。惶恐嘅意思係我深知第一副總監肩負嘅更重要嘅責任，更大嘅承擔。溫暖嘅係過去10個月300幾個日同夜，我走訪唔同嘅屬會，令我深深體會到真正嘅奇蹟永遠都唔係一個人獨走，而係要我哋大家師我一齊共走。今日我正式參選26至27年度國際獅子會中國港澳303區第一副總監。個人嚟講，我從來覺得名銜職位對我嚟講唔係十分重要，但我更加鍾意嘅係我哋嘅303區嘅獅子會，珍惜303區呢個大家庭，亦都好想踏踏實實為各位師友，為每一個屬會做更多實事，盡多啲心力去做好件事。我入咗獅子會接近15年，一路嚟同大家並肩同行，見證住我哋303區一嚟走來嘅溫暖同埋成長。我亦都好明白各位師友做服務背後嘅付出一啲都唔容易。我一路都認為同埋深信，我哋做獅子會唔係得個講字，亦都唔係淨係口號式嘅叫喊。團結303更加唔係一個標語，亦都唔係一個空嘅口號，但係我哋要銘記於心，做實事，躬身實幹。我哋推動獅子會服務，亦都絕對唔係講求數量，亦都唔係講求虛撼嘅場面。我始終認為最緊要係大家真心款待每一個受眾。同時，我哋寬待每一個屬會，體諒每一位師友，因為大家都有個家庭，亦都希望區會可以協助大家理順行政嘅流程，整合區會嘅資源等等。特別我哋今年用咗好多 AI 嘅工具，令到大家更順利、更省時間、更高效。將我哋每一份私心同埋私愛，踏踏實實走進社區，送到每一個有需要嘅人嘅身邊。正如我哋獅子會成日都有句金句：哪裏有需要，哪裏有獅子會會員。When there is a need, there is a lion。今日若果大家得到大家對我嘅信任同支持，投我一票，我定必全心全意，竭盡所能。盡我嘅能力，用心做好服務。今次已經係我第3次企喺呢個台上面同大家講嘢，我唔需要講一啲好華麗嘅説話或者大道理。咁多年以嚟，我都好想多謝各位師友對我一直嘅包容，特別香港獅子會主會嘅師友體諒同埋陪伴。今日我好需要大家再一次撐我、信任我。懇請各位師友再俾我一個機會，繼續為303區服務。多謝支持投我寶貴嘅一票。到最後 ，to conclude my speech, let me leave you with this: one team, one heart, one District 303. Unite enough, inspire miracles. 多謝大家。